困求，愿你阮三个同在，因从阮下面的时间，互阮会当参加伫上帝你互阮的话语内底明白，上帝你要教导阮的生命功课，上帝甲阮三个同在，祈祷困求对耶稣名，阿门。好，来看292首哈，靠着耶稣得胜，靠着耶稣得胜，这是华语的诗歌哈。在你爱里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；在你爱里，我要宣告你是王；在你爱里，我要宣告我不再被风打转，是你带领我的胜。再次从头，在你爱里，我要宣告我的改变；在你爱里，我要宣告你是王；在你爱里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答案，是你带领着我的站，靠着耶稣的山，靠着耶稣的山，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山，靠着耶稣的山，靠着耶稣的山，不必惧怕挫败，甚至主恩更宽阔，是你带领着我的山。小管哦，是好来讲。在你爱里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；在你爱里，我要宣告你是王；在你爱里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打断，是你领着我的手，靠着耶稣的山，靠着耶稣的山，从此要靠着主爱去的山，靠着耶稣的山，靠着耶稣的山，不惧怕挫败，甚至主恩更宽阔，是你带领着我的神，靠着靠着耶稣的山，靠着耶稣的山，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山，靠着耶稣的山，靠着耶稣的山，不必惧怕挫败，甚至主恩更宽阔，是你带领着我的神，是你带领着我的神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主，我感谢你，愿阮会当靠着你得胜的话语，常常你的真理话命话内底，常常激励我家己，甲阮身躯边的人，阮也要继续通过伫最后，要安怎学习基督的功课中间，学习彼此代祷，学习彼此关怀，学习了解阮的通过基督所带来的压力，阮的生命相信基督的中间，为着彼此的需要来献上感谢和恳求，上帝你但阮对基督真对好，故阮甲主你建立美好的关系，嘛，互阮的生命会当得到快乐，来为主你最美好的见证。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恳求，愿你阮三同在，基督恳求耶稣名，阿门。好，大家平安哈。那我们今天要玩一些开始哈。那我们今天也是不讲说这个代表的训练，我们就走到最后谈我们要一起来了
此的关系里面成为一个叫祷告的伙伴关系啦。那这个祷告的伙伴关系，对一个基督教、对一个信徒来讲，我们需不需要建立一个祷告的团队关系？有没有伙伴关系？安排关系爱不？爱啦哦，而且我感觉这几节重点的，好，那继续讲。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与人的关系，如果单纯没有所谓的这种祷告伙伴的关系，你会发现祷告好像都存在的是个人的感觉，对吧？一靠一个，下面两靠一个，但是一个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讲，其实是一个家常便饭，应该是这样的啦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彼此的关系里面也应该是如此。所以个人的灵修跟祷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祷告的伙伴关系你要把它圈起来，能够帮助我们更深的经历神的恩典。那待会牧师有跟大家分享，在从久以前我就一直觉得说，我们应该要好好建立这个祷告的团队关系。因为其实，在团队里面，缺乏用祷告来开始，缺乏用祷告来面对问题，缺乏用祷告来提醒自己，往往你会发现那个处理事情的问题上面会越来越大，而且会很难解决，甚至你会发现好像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的那一种心情哈。所以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内容。那一开始呢，我们牧师跟大家分享到，基督徒的信仰旅程当中，个人的灵修祷告很重要，但是祷告的伙伴关系能够帮助我们更深的了解、经历神的恩典，彼此扶持，并且可以建立坚固的信心根基。所以你发觉无那欠一间教会的信徒，那欠缺用祈祷来彼此建立迄个关系，你会发觉人甲人中间，敢若拢咧讲八卦有无？讲是非啊，讲这个人伊个发生什么代志啊啦，讲这个人又个安怎啊？讲教会那拢常常拢这种人啊，咱拢会我们的想法里面都会感觉到好像是这样，但事实上这也显露出一个问题啦，就是说我们缺乏用祷告来当做彼此祝福的管道。所以牧师用几个重点来跟大家分享。祷告伙伴的关系要如何来了解跟训练培养？第一个，祷告的伙伴帮助我们彼此扶持，下了彼此呼起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传道书第4章第9节到第10节。我们一起来读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若是跌倒，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。那我们知道，怎样传道书是所罗门王所写，这是传统的人物这个册卷的这个作家。而且怎样传道书以来的讲的，在人上面的人生上面的许多虚空，甚至还有在智慧的意义上面，我们要怎么去明白？所以人在日光下的生活所经历的一切，都其实有它真正的价值。所以呢，我们从第4章里面他特别谈到有关人际关系跟彼此劳碌的关系。在无形热络的过程跟这种关系，要安怎来经营？所以，传道书作家他特别去强调，人在世上若独自一个人在面对挑战跟面对困难，实际上缺乏陪伴跟合作的关系是会非常严重。所以他说，两人劳碌要同得美好的果效。他特别讲到要怎么样？如果你是一个人，你就算你搁较老在外口趁钱，你搁较外口享受这人生啊，无人看你做伴人算嘛算不起身嘛所以我觉得他谈到跌倒了，至少有人还会扶你起来呢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要了解祷告，我们的信仰旅程不是孤单的了，而我们必须要透过祷告的伙伴关系，建立这种代祷的关系。我觉得这成为我们教会在侍奉上，人与人之间在建立信仰生命当中是一个很关键的任务。
所以我无须嘛做期待讲，咱伫小组咱伫小组有咧常常咧为着彼此最后互相带导以外，咱大部分拢是啥物啊？拢是请一个人来为咱，请一个人来结束祈祷啦，有无？对啦，咱是毋是拢安尼做？但是我问你哦，你请一个人做来祈祷吼，祈祷的对，大家做几出祈祷，啊是轮流的，我用哎，你我袂轮流是讲，今日办法，今日用轮流，对，安尼嘛，轮流，轮流，咱这个时阵吼，咱就会祈祷。对，对，我一定要讲对吧？所以有一种方法哦，咱用什么方法？来，咱一个人拢讲一个，你这礼拜，你即马目前你需要带到的事，一个人拢讲一句，好，简单讲，啊，伊若歹势，伊若讲无嘛不要紧，这是我目前为止，我感觉目前咱会当安尼来处理。我即马认真讲话，我拢安尼做。我来，每一个人拢开嘴，你讲一句话，讲几句话祈祷就好。你心内有感动的，你想要来祷的，咱拢讲一句，几句就好。我对我开始，然后咱咧讲的中间，大家人开始会紧张，伊会开始会想，伊会开始强迫家己去面对。我嘛捌拄过，有当讲点点，唔知要安怎讲，袂要紧，迄个时阵点点袂要。你互伊等待几分钟、几秒钟啦，莫讲几分钟。迄人伊自然伫迄个过程中间，伊会勇敢去开喙哦。我嘛看到迄学生，国中生，伊嘛来教会无偌久，伊伫迄团体中间轮落去伊嘛不然安怎？伊嘛毋知要讲啥代志求安顿地，然后我讲，来有勇气。所以我甲你讲，伊是大个迄个团体同伴祈祷，安怎做到迄种文化咱要有方法，爱用对方法。过去咱以后大部分用到教会方法拢是安怎？咱这个时阵咱来做一个祈祷，迄个祈祷毋是讲无效哦，我讲的是迄种的祈祷，构造成为对了大头的，比出来人拢比较祈祷较多。所以我数据经验，做一间教会，是也好，去牧会也好，我真正看到大部分年长者，伊若邀请伊来传完，为什么？因为因伫传统，伊伫接触信仰的过程，拢是伫教会，互人传，伊有心的安慰，伊会感觉讲祈祷无效，伊家己会祈祷袂晓，伊真正袂晓。所以，我记得这我上心的，就对我阿公阿妈，我阿爸的阿公阿妈，因真正袂晓祈祷，袂晓祈祷。所以有点问题拢是安怎？人也来讲，你为我祈祷，你为我祈祷，但是袂晓祈祷啊。所以我感觉讲，咱来认真回想，咱台湾长老教会，咱伫教会久信主久的啦，咱用这款的方式咧教导信徒操练祈祷，咱改变。所以咱通过了解祈祷的同伴会当帮咱叫做彼此的扶持。嘿，伊心内一定拢有想要达到的效果。对对。你若无达到效果是，所以我讲着讲，咱论一人讲几句话，由我开始，你开始你讲起来，你讲起来，最了解我。我不要祈祷，我讲不要紧，咱讲几句，简单讲就好，别鼓励。你嘛来讲好啊，我紧，
人过，有一摆第二摆，有第二摆，有第三摆，后摆啊，大家恶意啊，你想看嘛？鬼爱祈祷哦，记住祈祷是卖祈祷，都是卖祈祷较好嘛，对吧？所以啊，如果咱若是有人讲啊，我袂当祈祷，好啊，咱帮助你，咱来甲伊鼓励了解，所以咱唔通互伊，你讲袂晓祈祷，你就顺伊啦。你反倒来鼓励，不要紧，负责，简单讲的，咱就讲白话，咱讲对话啊，嘿，嘿，这句话紧，啊你爱互伊信心，就是鼓励伊，吼，啊鼓励哦，你若对伊讲伊的话哦，你若对伊讲伊的话，就是你就是魔鬼的撒旦的诡计。我认为讲无迄个袂晓记得啦，连阮爸爸，主讲，阮爸爸较早以前会晓记得，后摆阮妈妈、我叔妈若咧讲叫阮爸爸记得吼，伊拢一句话讲我袂晓记得，你记得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开始打第一步，哪个囝做牧师，知影记得对会记得到心中来讲做重要。啊，所以吼，我要甲咱讲，咱唔通记得吼，伊家己讲袂晓记得，甚至有当面对人会记得，咱其实上主六摆课拢咧讲着记得，对咱来讲，啊对耶稣也好，对圣经来讲也好，拢讲着，你看保罗嘛，拢写批互国教会，我你着为我记得，对无？我有勇气有气力，共款啊，咱信主的人，咱会使讲无记得，所以吼第一项最重要，两个人真正比一个人较好。就是爱互相免得有人伫跋倒中间，伊无人来扶持。所以人嘛，咱若今仔日，咱做人讲做主领袖的人吼，会跋倒袂？咱嘛会跋倒啊！啊，如果你会当看，伊谈做好，但是伊袂晓记得，啊，你是毋是做无彩？当你有需要的时候，我都甲你帮。伊讲人哎呦，卡衰，卡骨，你讲伊讲这话袂？那教会会晓。好诶，做好啊！你好，有一个姊妹，生了，啊，即摆囡仔也无方便来教会。伊今日来教会，伊讲牧师，请你为我祈祷，为我家族祈祷，因为伊讲伫个家族中间发生哪可能互鬼附身，啊，甚至个财务出问题，啊，本身学会嘅，但是本身因为已经知影用祈祷带来功效。所以伊家己拢咧记得哦，甚至伊最后伊讲牧师，我希望我会当来教会，咱做伙祈祷，带我祈祷，啊，我有咧祈祷，问题你来，我听伊分享了解迄个情形，我看到即个人已经通过祈祷学着教，所以吼，我嘛鼓励讲，咱的同工，伊咧带青少年，毋是简单批判应该讲问题，较重要。等伊所听到遮个囡仔、青少年拄着问题，伊就爱提醒家己，吼，感觉共款，伊提醒家己，讲主啊，这个时阵当我听伊的问题，我会知影要安怎教导伊，用祷告去经历上帝的大能。我坦白一个姊妹，我之前我就定定咧讲，伊定定找我，啊，就为着伊的代志。伊是啊，毋过我感觉伊还需要做讨论。我嘛会邀请礼拜六，来去买咱做伙来门口。其实咱捌我讲着这个姊妹，所以这个姊妹吼，伊本身伊知影，伊通过祈祷真正看见，真正有果效。所以我讲祈祷的人看啦，真正咱第一点。是。慢慢会晓做，伊个卫生，对间讲去对间讲就我紧啦。伊个卫生一间到，嘛讲要去哪物事吼，我甲你讲，伊即款凊彩啦吼，到以后吼，敢若是会咧定心倒咧。我较重视是感觉讲，每一个人，你爱先看伊的关系，你若看伊有关系啦，咱会当一步一步互伊当来哪稳啊。第一，伊会晓操练祈祷；第二，你看伊。对话中间，你的心上会甲伊讲吼，
咱唔敢甲通过祈祷，咱要安怎守爱咱守的节日，主日来亲近上帝。这个话你爱去甲伊讲，我嘛是甲伊讲啊。但是我感觉因为人，因为即摆细汉，比较上因为最近因为拄好这一两个月，伊都发生处理变动，所以我感觉这就是机会。先生无清楚。所以我感觉咱来了解伊的情境，明仔甲伊关心，甲伊引出。我就讲伊之前，伊就早就信主啦，但是伊去找出地种，伊就早宗教，后来因为生囡仔，即摆囡仔三四个月尔啦，还细，所以我感觉讲咱来，应该无满周岁啦，会无，所以，无啦，伊真是算较济有啦，所以有哪是爱为即个。有啦，有咧谈者，即讲之前有者嘛，所以产生真大千几万的这变动，所以这个对伊来讲是安怎负担，所以伊要处理，迄是谈接着迄外口的代办，迄种是无社会咯，来分钱迄种情形，所以咧面对迄大家人拢是真烦恼，所以咱咧关心，咱咧看见讲一个人。这问题是，伊安怎解决？伊是通过祈祷，是通过祷告，在经历他生命的过程。有的人你看来教会，信徒来教会，伊有咧经历无？有哪教会人无好，教会人安怎？对对。伊若透过祈祷的时中间，互伊心内平安，但是伊心内迄个经济，人无法度通靠帮啦无通解决啦。我是讲伊。没啦，因为我感觉这起码是绝对可以的，他伊现在。伊有这样子。毋是啊，是因这夫啦，是本身啦。所以对伊来讲，伊是一个学会理财的观念啦。所以上重要是，因为我嘛有甲伊介绍，讲伊教会咱有对活动，通过这个主日小朋友，因为一个妈妈一个家庭，刚好有开始囡仔，而且伊个是刚刚初信者无偌久，一个初信无偌久的人，伊要来教会听道理迄是足困难的代志，你爱先了解这个代志。但是因为伊所按面对是伊即摆生活的囡仔，迄个过程，你看咱连基督徒对家己囡仔的信仰教育都无拄啦，较对是啊。所以何况是无信的人，所以咱要安怎互一个无信的人，先去体会到真正信仰，即个上帝是真实，这是何等重要紧的代志。当然，咱会使帮咱就是甲因讲，你安怎处理你的经济问题？有啊，前阵仔顶礼拜日嘛是一个打电话来，住基病院，伊讲伊破病，等下要出院，伊打电话来跟问讲教会当甲伊帮助无？我甲伊讲真实的，你爱找你的亲人，听因无甲40几岁，30你若看起来30几岁、30、40岁人的声音，我感觉你无加好处。你若是你的亲人，你无要去面对你的亲人，你甲咧讨教会的救济，安尼嘛对，你嘛无通袂甲我讲，伊到底有亲人安怎？但是嘛讲教会有伊咧问讲会使斗相共，这咱袂使。所以我认为咱咧探讨，咱倒转来讲咧讲着讲祈祷的谈判足重要，因为祈祷真正，我体会到深切之外，因为真正通过咱用祈祷的方法，陪伴伊，互伊一段时间，去体会祈祷，真正是做对功夫。所以真正来讲是做变情，伊最后
细汉囡仔，啊，伫安静，哦，我就体会着，我感觉伊真正体会着迄个信心甲贵咱，所以我听伊讲伊咧引导讲这代志的时阵，伊咧甲伊妈妈讲，嘛甲伊姐姐讲，佮甲伊的姐夫讲，你会当你找我这个大桥教会牧师，伊推荐伊的姐姐，邀请伊的姐姐，吼，伊将我的赖互伊啊，问伊姐姐，我会使来找我啊，请我有带祈祷。所以这个姊妹伊相信祈祷曾经捌帮助伊去实现的这个上帝，所以这个姊妹伊嘛甲伊推荐互伊姐姐，要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我相信，咱伊的姐姐有三个囡仔，三个囡仔有听我甲做好代志，有伊顾甲歹是品格无改，该有的意思伊无。无啦，你是你爱来跟我讲哦，你有相信上帝就会帮助你困。那种我相信，啊，你就甲我讲安尼哦，哎，就在去。所以这个重要，我自己是讲咱的处理，辛苦对，咱理解啦，做，咱一话进度，咱看起码对有人需要来做时，咱一定要甲伊问讲，你有信心无？哦，你有信心，咱的祈祷较有果效，然后较大的祈祷，这点最重要。所以包含咱这个人病生病啊，哦，要牧师出来祈祷以前，我拢会先讲几句话甲伊讲，你有信心无？你有希望无？你对上帝有盼望无？哦，你若无盼望，我讲，祈祷中袂记得开啦。我甲你讲这个代志哦，就是我亲身的经历，讲做互人听，真正上帝跟我讲。对啦。咱们是要彼此扶持，但其实第一个祷告伙伴帮助我们彼此扶持，第一点所以大家来那个每一拜主的，我做建议，你小组，我提讲咱有一个敏感，无论咱的担当，咱真正咱这个。看到咱的心路，小组啊，因的需要，然后咱小组啊里面开寡时间，咱做伙开水，咱会当安尼做。你若要带，你家己要带几个，啥物人带几个？你之前一定要做这个动作，咱大家做伙开水，好，你人一摆，按轮流，第一摆先大家开水，然后由我来记得，最后由啥物人来记得，这是。第二种，你礼拜你来安怎？咱即马来轮，咱相对咱今日所听到，也是你家己有心有需要代志，好，你会当伫当中讲，先开始，然后顺时针安尼轮落去，好，然后大家人讲，我讲上的哦，你若讲上的，我讲，迄讲了最后无力的，无力。两种方法，咱记得，因为从节手一开始安尼做，尽量先两礼拜拢先大家做伙开操练，然后记得也先安静，哇，记得啊，我有记得，对吧？伊有记得，伊开始对伊家己有压力，一礼拜了后，咱开始用轮的，迄个环境哦，迄个大家讲迄个操。学生啊，伊嘛会开始哦，伊对咱起起厝厝袂晓，开始讲，真正有操练出来。所以伊厝的内个迄个夫妻的困难哦，真正足大，真正足大。所以迄个姊妹伊讲，
个教会群组啊，我很爱那个刘女士，刘淑华牧师娘，她一共一大家拢会播一篇，一共大家拢去看，大家拢去想讲，迄内底有啥物是上帝咧家提醒的话，所以真好啊。哎，你等下生意那谁了？吼，有庆祝的。有啊，有群主，哎，什么灵，什么金什么金什么。好了 ，OK， 因为我们有直播，所以我不便多说哈，让大家好好去关心。那第二个，我们祷告的伙伴帮助哈，祷告的伙伴帮助我们去建立信任的关系哈，要下来，第二点，那今天我们这祷告伙伴的关系训练，第二点很重要，就是建立信任的关系。我刚刚回来对人不人中间哦，信任不是嘴说讲。信任嘛，不是我跟他有一种私底下的利益关系交流，或者是我跟他讲的比较多话，就会有信任啊？没有啊，唯有在祷告里面的关系，才是会彼此更多的信任啊。所以我干嘛讲好？那这其实都没沟通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很重要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的信徒跟我们有没有那种讲很多话的？有没有？有啊。讲不过去有无？嘛有啊，啊讲的人，大家拢伊的过去哦，但是伊跟咱的关系却是怎么样？是亲近的还是疏远的？疏远。甚至你会发现，这个关系不是单纯的我认识他，他认识我的，而是停留在我们并没有在祷告当中去彼此建立那个美好关系。雅各书说什么？所以你们要彼此互相代求。你看到吗？彼此认罪，都很简单，不简单。光我们都不在教会里面，你有什么需要搞讲？对啊，你讲，你讲，你跟人讲。我今日讲，我今日哦，对伫迄某咪人哦，发生什么代志哦，我今做歹势。我今日是听了，我拢会开始咧想讲。啊，你感觉这个代志，你跟上帝关系，你跟这个人的关系，有想要去做认罪悔改的代志无啦？这叫做什么？彼此认罪，了解无？我们要咱做是做这个代志啦，但是大部分咱教人听拢啥嘛？听了拢可以啊。伊哦，发生什么代志？伊哦安怎？伊安怎？这种关系不是彼此认罪啦，这叫做八卦啦。所以后边讲这样子要互相代求了，只是你们可以得到医治啊！我做过去的关系，咱听这有人亲像安尼咧吼，我最后去好好啊去思考这圣经在伊咧用的，什么叫做彼此认罪？我伫伊头前我讲真实，我牧师有当时讲话大声，我连人讲有当时甲长老中